放假啦！打工仔第一次搭國內線啊！歡迎訂閱呢個 channel， 有你嘅支持好重要。平日我哋兩個飛日本，多數都係搭廉航直航去到目的地。今次就試下搭日本嘅國內線。日本嘅國內線選擇甚多，唔同嘅航空公司主打唔同嘅地區，有大家熟悉嘅 JAL、ANA、Jetstar Japan 呢一啲都係主打日本大城市嘅航線，亦都有針對北海道縣內交通嘅 AirDo。而我哋今次呢，就係選擇日本廉航 Peach 樂桃航空來往仙台至到新千歲空港嘅航班，想體驗下同國際線有咩分別。我哋嘅航班日子同時間如下：機票嘅費用來回每人節約1034蚊港幣，而呢個價錢已經包括咗1+1件合共最多7kg 嘅手提行李，同埋最多20kg 嘅託運行李。我哋嘅航班1650起飛，平時我哋喺香港都要早2個小時嚟到機場，但係國內線呢，就係要求你早個半鐘頭嚟到做登機手續就 OK 啦。國內線同國際線乘客預留嘅時間呢，都大不同。國內線嘅 check in 都係以自助方式為主，可以喺 app 裏面處理，或者喺呢一啲嘅自助 counter 度 check in 嘅。如果有託運行李，就再交俾職員。喺安檢方面呢，一入到禁區就有4至5張木長台咧排成嘅海關檢查區域。如果你着 boot 嘅話，就要除鞋啦。話說我個水樽裏面咧都仲有水嘅，但係驚訝咧，原來國內線係冇特定嘅液體管制，你只係需要將你嗰樽水咧交俾職員掃描一下，冇咩可疑咧就可以過關。整個過程超級快，5分鐘內搞掂，好快就入到去禁區裏面等上飛機。禁區裏面都有少少商店嘅，我哋等到1645，距離起飛時間呢仲有5分鐘，但係空姐都仲未叫人登機，真正起飛嗰個時間呢，佢先至嗌啲人登機。但係整個過程步入機艙到坐低再起飛都唔使5分鐘，又係超級快，同國際線嘅體驗呢真係都幾唔同。座位設計就同國際線一模一樣嘅，因為都係同一部機嚟㗎嘛。椅背係唔能夠調校，個扶手可以調校，同前面座位之間唔夠1隻手掌嘅闊度，都幾窄下。睇下佢有咩賣先。壽司 set 2200 yen， 口燒蛋治900 yen， 章魚燒900 yen， 但係以上通通都不適用於國內線啊。只係可以叫一啲小食或者蛋糕仔啊、飲品之類嘅嘢。想食呢個冇得食啊！想食又食唔到，咁啊睇下有咩官方周邊賣啦。紅公仔、匙扣、sleeping kit、薄荷糖、充電線，仲有無氈兩用嘅 cushion。另外機上仲有 Peach 原創嘅航空雜誌 Momo Mag， 裡面就有佢航點嘅旅遊推介。過程中空姐冇出嚟 sell 過客，亦都冇乘客 order 過食物，個個都好安靜咁樣休息或者睇書睇手機。搭一陣就已經到新千歲機場落機了。我哋第一次搭呢個國內線，比我哋想象中係方便快捷，而價格咧都比起新幹線平。正值旅遊旺季嘅話，香港直航去札幌嘅機票一啲都唔平。如果 budget 有限，可以考慮先到咗日本，再轉搭呢一類嘅國內線，費用可能比起直航會平一啲。本集內容到呢度，鍾意本集內容俾個 like， 歡迎訂閱呢個 channel， 留言討論。下一集開展北海道嘅行程，多謝收看。唔使出仙台市區啊，都可以喺機場已經飲到呢個仙台名物
枝豆奶昔正。